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今日下晡点外，万海航运一只货柜船过印度营的时阵，汹汹爆炸。这船顶22个人，4个人失踪，5个人受伤。今日是我到高雄基顶大停电，8000外户停电要1点钟。台电讲是二次变电所设备故障造成的。台湾人民共产党正副主席牵涉收中国的钱甲物件，少受影响台湾的选举去互起诉。不过今日地方法院是判因无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9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一只货柜船的意外。这代志是发生伫咧下晡点外，万海航运一只货柜船咧过印度洋的时阵是汹汹爆炸。根据这印度的媒体报道，这船顶计共是有22个人，有4个人失踪，5个人受伤。对这画面当中，咱人看到这货柜是当咧倒火，乌烟呛上天顶。印度的海华防卫队是赶紧去救人，目前是知影讲有4个人失踪，5个人受伤。这船长甲当地海事单位评估了后，为着确保这个船员的安全，是宣布放弃船啊，人员开始撤离。另外，转来看咱台湾的社会消息，伫咧花莲的海边啊，昨下晡是发现一个查某人的遗体。问题就是讲，伊是摔落海，也是行底路的。不过，这警方调监视器内所发现讲，死者是去互一个查甫人拍，佮甲伊车落海里。警方即阵是已经抓到人，也佮咧查讲伊杀人的动机到底是啥。为监视器画面看到一个查甫人，伫海沙坡啊，研究一个查甫人往海边去，过程当中几下甲拍，落尾手甲摔落海。这个查甫人渡水了后，遗体向北边流去太平洋公园，去互民众发现。确认死者为33岁的这个林女，那她头部有这个淤青的伤痕哦。那附近海岸也寻获死者的手机、鞋子、香水等物品哦。本分局立即报请花莲地检署来指挥侦办。警方初白下晡接到报案，找到尸体，原底就是这个案件是单纯的意外或者是自杀。不过，调附近的监视器发现规个杀人的过程拢去翕起来。警方锁定一个姓李的查甫人，甲一个姓强包车的司机有真大嫌疑，初九抓到涉案的这2个人。吕男啊，他是在我们花莲市的某汽车旅馆落网。那另外一名这个江姓男子是在新北的八里的住家来查获。根据警方调查，死者是今年33岁姓林的查甫人，初八甲姓李的查甫人相少出去行搭，由姓强包车的司机赛车船去花莲佚佗。这个姓李的查甫人甲查某人抬死了后，家己一个人倒来到车顶，不过司机竟然拢无感觉过样。也若伊敢有参与杀害，目前警方还在理清案情甲杀人的动机。公司新闻花莲报道。也若咱台湾嘛有一只货船出意外，新丰轮车7要挖金门湖区的时阵，是去无细里弄到码头船入水，因为是已经无法度控制这入水的情形，船长初八透早就放弃这只船，船员送去区公所安置。也若是目前这海面甲岸边已经有淡薄仔油，所以讲航港局就赶紧叫船头家就要紧处理，嘛要甲这船内底油先抽走，船赶紧刷走，若无就要甲因开罚单。岸边漂着未少物品，无偌远的所在也有货柜卡伫岸边，原来是有货船机器沉落去。货船新丰轮初7要停靠金门湖区。无细里去弄到码头，造成船舱入水。因为入水严重，电力断失，加上船身出现起气，船长初八透早宣布弃船，通报海巡人员协助。爬上来，跨出去，跨过来。 9名船员由海巡兄弟转属接送到湖区乡公所安置。乡公所提供饮食之后，也请医生观察因的身体状况，暂时拢无问题。有提供干粮跟水给他们，饮食方面应该都不成问题。早上还好了，那我们都有请医生帮他们看过了，都没有问题。
因为汇船入水渐渐沉落去，下港局调集海巡署、金门县政府等单位举行紧急应变会议。因为观察海面甲岸际有少量的浮油，已经督促船方派船吸附油污。金门县环保局请船员利用船坑伫乡公所的暖油棉协助紧急处理。港务局有开协调会嘛？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们这边油脂的问题，怕油脂会污染海洋嘛，一些备材在我们这边。紧急状况的话，可能他们船务公司会跟他们借。我们也一直督促派船去吸附海面的氨基油污，到进驻来抽油及船体的移除。那如果不能按照我们规定的话，我们会依香港法及海污法来做一个裁处。考虑新丰轮的架平船底有大约10公分的比船一直入水，经过确认，船底存的油料有柴油3吨。花油加液压油430公升，也阁有废油60公升。港务局除了要求船方尽速完成海事拖救委托，也要求初到早起9点进前提报抽油计划书送审，无依规定完成，会以上港法裁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宜兰的安龙溪坐船冲错落的活动是出意外，这树林船哪像是去互物件拄拨去漏风，造成这船并船。船顶有9个人拢总摔落水，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这死者家属是指控业者安全措施甲救护拢总有问题。目前今仔日这相关的活动是先暂停，当时会当重新开放，官府也在讨论。接到有民众渡水，赶到现场，50多岁女性已经无喘气甲心跳，一直 CPR 抢救，送病院治疗了后，要恢复循环，不过落尾也是救不回来。他好像就是流比较远，我过去帮忙找啊，起来就是开始 CPR。这个意外是真少，很少很少。真少就是叫做有可能啦。有可能的。甲死者做伙去的朋友有5个人也受伤，甲业者小可挽起来，原地真欢喜体检过船，算是换来惊吓。教练就叫我们先把破掉那边的人员集中在左侧，差不多在4、5分钟的时候，就一个按钮，对，整个船就翻了。倒边的人可以2个、3个爬起来，爬起来啊跳过来正边，啊所以重心不稳，人船啊才变去。迄日发生伫初八下晡1点多，2位游客伫宜兰的安龙溪，甲1位教练做开一树林船过船，船啊技术好，这个或者是尖的物件拄破去，上到风向前数百公尺了后，煞雄雄并船，船顶9个人全部跋落水。虽然有穿救生衫，不过死者家属控诉讲，业者的安全措施甲救护配置有问题，才会造成悲剧。当人员落水，那怎么会没有救起来？那没有救起来，而且又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代表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嘛？检方已经展开相验，各船业者、教练甲船顶的乘客陆续接受证实。目前专案是向过失致死的罪嫌侦办，只是热人家较高，体验过船的人定着是愈来愈多。有专家就提醒讲，一定要注意过船的风险。那边有没有翻滚流，有没有涡流，这些都是场地的风险、人员的风险。你的教练是不是一个有没有合格的证照，有没有救援的能力？虽然过船好耍好刺激，不过对重客的危险性、并船了后的风险，业者敢有相关的救援证照，各防护装备敢有够等等。专家建议讲，伫体验过船进前，这拢要加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东区大学路甲胜利路的路口，伫咧昨下下晡，是有一个76岁负责人抢红灯，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这个负责人刚开始是讲，伊甲油门当作档啊淡掉去，不过后来佫改喙讲是这档啊歹去。目前这检方甲复审了后，是付10万块交保。车祸宜兰细陈的阿伯，伊的小妹甲孙仔初到透早对高雄赶到台南殡仪馆，等待检察官相验。面对这雄雄发生的意外，家属是秘书无加讲。车祸发生伫咧初八下晡，76岁姓刘的负责人载朋友经过东区大学路甲胜利路口的时，车辆雄雄加速冲过红灯。这个路口是全市上的路口，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各拢派路边29台机车吊水距离超过100公尺。有关肇事车辆，本轮局当场依法查扣，并呈送台南地检署调查侦办。警方调查，负责人一开始讲是无细力打着油门，后来改喙，讲是档仔各样，口径翻起翻倒。
针对这个状况，汽车技师强调，党下各用搁加速冲出去是无啥可能会发生。若拄到党下各用，上好是放零油门，转空挡，搁要求党下防止爆冲。我油门踩下去会有脚踩住脚刹车，不放的话，原则上它的油门是回来的。油门如果卡住了，然后又发生刹车失灵，这样的几率高不高啊？照我们来讲，应该是微乎其微。警方表示，现场相关当事人就7达拢是零，驾照嘛无问题，监视身体健康因素起底，搁要进一步调查。也若调查原因初判是机械操作不当，不过也是需要搁厘清。警方信后以过失致死罪移送台南地检署服刑了后10万块交保。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同款是车祸消息，这个月初伫咧彰化市实践路是有一个负责人骑电动四轮车，弄到乌多摆了后转逃走。这警方是还搁咧找人。警方是表示，这负责人会骑这款电动四轮车是医疗用的，其实是袂当伫咧路顶骑的，若是违法就要接罚单。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应该要修法，互这款电动四轮车嘛应该领车牌，安尼较好管理。这位富人人骑电动四轮车伫车路，结果一个无细力钻去弄到停伫路边的机车。但是这位阿嬷人却直接走去，店头家发现家己乌多摆倒去，调监视器画面，才发现是叫电动四轮车弄到，随报警处理。开店的时候下来才看到东西，就像东西跑出来，让他再报警。本所目前能持续调阅入口监视影片厘清该老妇人的身份。现行法律规定电动辅具车列为行人辅具，是比照行人使用范围，只能在骑楼人行道行驶。这个月初二，伫彰化实践路，一位富人人骑电动四轮车弄到乌多摆刷掉树倒翼。警方目前正依照线索找这位骑四轮车的阿嬷，因为电动四轮车属于医疗用具，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上当会罚3000块。道民团认为，行人辅具应该领牌纳入办车管理。4轮的也好，3轮的辅具也好，它都当成是医疗用品，伊就变做袂当挂牌嘛。交通部是讲伊同意人行道顶管用，但是咱普遍全台湾就是都没有设置人行道啊。根据目前的法规，行人辅具敢会当徛伫人行道甲顶仔骹，但是兵团表示，台湾人行道的规划阁有侪欠点无够周知。面对超高龄化的社会，使用行人辅具的时段会愈来愈侪。因认为电动代步车应该爱领牌，比较微型电动车纳入办车的监理管控，安尼才会当落实车路边权发生事故嘛，才有法律的依据。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医疗用的电动四轮车看煞，咱换来看微型的电动2轮车。依照目前的规定，是满14岁就当骑电动2轮车。所以讲，都有真侪高中生就骑咧四界去。不过今年1月到5月，这屏东骑电动2轮车出车祸的少年都99件。即阵有民间团体就呼吁交通部应该要修法，互骑电动2轮车嘛应该要考驾照，才会当减少意外。今年2月初六，屏东县有一位国高中生骑微型电动2轮车，经过东港镇成功路和新盛街口，无适宜含轿车弄甲飞出去。今年1月就发生至少3件国高中生骑微型电动2轮车的交通事故。基本上，我觉得它已经有点像摩托车了。国2对。觉得不是很适合，希望能够去考驾照啦，就是基本的那个交通常识要有啊，这样是最安全。根据屏东县警方的统计，去年1月到5月，14岁以上的国高中生骑微型电动2轮车，计共发生56件交通事故。今年同期是增加到99件，加43件，受伤的人数也对48个人增加到74个人。进一步分析，微型电动2轮车发生交通意外的主因，伊倒外无按照规定是上济，再来是戆神紧张和无头神。14岁以上都可以骑啊，那学校要怎么管理？所以我认为是直接透过考取驾照这样子，至少他有一个基本负责任的态度。机车练习场那一种是能够去受驾驶训练，可能对他实际上的骑乘技术会有帮助。微型电动2轮车并无需要考驾照，也无卡达，不过禁止载人，要骑就要投保挂牌，年岁也要满14岁，骑的速度伫每点钟25公里以下，违规也当依法开罚。本局对未满14岁骑乘微型电动2轮车之违规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
之2条第1项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在修法强制考照的可行性之前的话呢，现在我们就是透过学校这个相关的交通安全教育来加强那个宣导跟骑乘的一个注意事项。虽然骑微型电动自轮车无需要驾照，不过骑时阵爱戴安全帽，安怎兼顾学生通勤的方便甲道路的安全。这台靠政府提出相关的配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我到高雄基顶是大停电，有8000外户停电停到1点钟，是有真侪准备要开店的店去受到影响。台电是讲，这是基顶的二处变电所设备故障造成的。我基顶拢停电啊，晓得啦，全家也没电，都没电。大家都没电。我哋11点向向停电，店主冲出门外，发现几条基顶老街拢停电。当日传了准备开门营业的海产店，也把烦恼无法度营业。都没有冷气的话，根本吃不下去啊。对，天气太热了，尤其如果在里面又是密闭空间嘛，你空气又更不流通，这样体感温度会更热。虽然外海产较侪的餐厅，大部分会家己传发电机，确保食材会真鲜。不过，向向停电也有可能造成机械故障。当时，基澳观光市场内所卖一寡大货盘手类单位，也因为无电通用，天气翕个热，有淡薄仔挡袂掉。阮有发电机咧拍水、拍送数，只是伊向向甲阮停，有当时啊，阮的莫大会歹去，甲我迄个冰箱会歹去安尼。现在天气又很闷热，然后我们这边又是观光地区。然后客人进来的时候买东西根本就看不到产品，然后那个封口机也不能作业。初九早起，高雄基顶8932户大停电，当时温度是33至34度，民众是哀惨。一下子鸟急啦，一下子又松鼠啦，一下子又树枝啦，一大堆的，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啦。我在想是因为那个耗电太多吧。旗津区的旗津变电所在9号的上午10点50分。因为量测电压的 PT 设备故障，造成停电，共计有8900多户的用户受到影响。经过台电调查，发现是基顶二处变电所neu测电压的闭合器设备故障，紧急抢修陆续复电，嘛强调持续强化线路设备的双检，降低停电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目前所有的核电厂都已经建起来，立法院中日佫通过决议，目标要伫咧2028年的时阵，中火就无要烧脱炭。台电的董事长陈文生今日就表示，中火目标确实是无要烧脱炭，不过预计是要到2034年才有法度达成，即阵要提前到2018年是无啥可能。台湾近年恢复较远，拿发电方式搁正做焦点，外界更加质疑敢是会有欠电的问题。立法院定期通过2028年完成无炭中火决议，也毋过台电董事长陈文生初稿表示，台电规划2034年达成中火无炭目标，要提前到2028年，无具备可行性。中科核资甲核产厂也无法度代替中火。马上要把500万的机组全部关掉，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达成的目标，我们几乎觉得它没有，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它没有一个可行性。希望台电立即正式减煤行动，政府为了改善空气品质，透过加严标准及成立专案小组强力稽查等管制措施。台电目前规划今年甲明年会各有一部电气机组上线，明年底开始拆除小团1号机、2号机。3号机甲4号机转备用机组，2031年到2034年是当年增加一部电气机组，到2034年都有6部电气机组，到时阵小团机组全部退役，达到中火无炭目标。况且民意希望提前，就如同非核家园可行，为什么2028无煤中火不可行？所以没有做不到的能源转型，只有不愿意面对的政治选择。中火越早无煤化越好。那我们燃气机组要赶快上线，燃煤机组要赶快退场。那至于是2028可不可行，我觉得就让专业、就让科学来说明。外界烦恼烧炭发电造成空气污染，影响健康。中火无炭目标，什么时阵当达成，特别受到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透早，高雄的河北里路有一间空厝着火烧，加在这火是真紧就拍花。警方伫咧现场是发现一个查甫人放火，不过这个嫌犯是表示讲，伊只是烧物件咧赶网啊，这态度佫歹清清，警方就甲抓起来移送法办。
老旧的公寓2楼透早庆祝火烟，附近的民众紧张报警，本来是无人住的空厝，内面锁有一名查甫，大声喊祝福冤家。隔壁就当烧金庙啊，当叫新花袂当烧咯，早做大。警察接到报案，有水线拍化火烟，怀疑是这名查甫放火烧厝，不过伊一直坚持火无大，态度非常无配合，被员警以现行犯抓起来。跟烧金差不多，就是跟烧金差不多的大，他有办法说要扣回去。附近的厝边表示，这个人定定伫附近四界踅，找到这间无人住的空厝去住。伊认为环境上太高，为着要赶网虫，用来打烧物件。伊拢伫遮，拢酒伫遮啊，流浪汉啊。伊看伊已经上足久啊，伊上迄间无人，伊心情歹就伫遐放火烧。陈兰认为脏乱和蚊虫多，所以打火机点燃物品都造成火警。员警起获打火机1枚，并当场逮捕陈兰，全案依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公寓的2楼涂骹已经互火烧甲乌乌，好佳在警消甲火焰拍花，无造成伤亡。警方以涉犯公共危险罪，将人移送检方侦办，而且建议检察官预防性羁押。公司新闻李小美交管高雄报道。来看有非法偷盗废土集团，是对这北部甲一寡起厝的废弃物，也有一寡垃圾土运去分林的农地，也有河川公有地来偷盗。因偷盗的面积竟然是有到8万平方公尺。即阵警调单位是已经起诉集团36个人，其中姓魏的主嫌等4人羁押禁见。遭一车车道挺悬，甲烟件混合物甲垃圾土全部倒落农地，这个过程拢互检调的空翕机翕到。分林检方侦办姓魏主嫌带头的不法废土集团，因涉嫌伫分林斗落西里等真侪乡镇市犯案，所盗的面积有8万平方公尺。专案即阵侦结，伊正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刑法泄露秘密等罪嫌，起诉姓魏等36人。该集团在云林县辖内各乡市镇的农地及河川区域倾倒营建混合物及无机性污泥，该集团倾倒面积达8万平方公尺，本案获利约新台币800万元。检方表示，姓魏主嫌甲姓陈嫌犯的山石车队，甲地主不动产中介勾结，为北部烟建工地甲土石资源趸墾处理场非法运送烟建混合物甲无机性垃圾土到特定农业区的优良农地，还有河川公有地、集水区用地、高铁路权用地等地点乱倒填土，为111年底到112年7月，都非法倒33876车厝，总重量96000吨，不法所得800多万。这个地方包括它也是在我们的高滩地，没有影响水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命令行为人将整个土方就地整平。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强调，乱倒河川公有地已经依照水利法罚行为人10万块的罚款，经检测土方无毒，而且无影响水流，已经要求原地整平。分林检方是查考大批沙石车等各种车，姓魏主嫌等4个人已经予人羁押禁见，其他涉案人以5万至50万不等交保候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民共产党的主席林德旺、副主席郑建兴去向亚航讲是收中国的钱，也有赞助的新冠汽车，因这目的就是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因这2个人是去互北检依照反渗透法起诉，不过今仔日台北的地方法院是判因无罪。另外，伫咧高雄迄边嘛，北村那像有强劫案，实际有地下钱庄借钱予军人，要求因得爱用军事机密来堵销。地下钱庄姓黄的主嫌是无够案去互通缉，也若是到处理钱的金仔店姓柯的业者，检方是甲求刑4年。玻璃窗前放满金仔，这是高雄一间有名的金仔店。也毋过，桥头地检署高雄高分检侦办军人涉密案，查出金仔店业者4个查甫人涉嫌协助汇兑。其实附近民众进前就捌拄过有人来问金仔店敢是会当进行汇兑。
早期的品牌店都买换壁纸，就日币啦、兑汇啊，从小就看过人家在换。检调查出，县园地下地震业者受外号永过的中国查甫人王志勇指示，2019年开始涉嫌借钱予现役军人，佮要求借钱的官兵交付这部上机密资料来推销有3名空军官兵涉案。另外，永过透过社库查甫人的金马店，转汇100多万的资金用伫吸收军人交付机密箱。社库的是累还检方具体求刑4年。发现被告徐某亦涉犯非法办理国内外汇兑业务罪嫌。案经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请法院从重量刑，有期徒刑4年。强调案调团，也毋过另外一个案算是无罪判决。台湾人民共产党主席林德旺、副主席陈建新，防指控受中国资助财务新冠肺炎刺激，想要影响台湾选举，宣扬共产理念，互北检以反心透法起诉。也毋过台北地院初告判林德旺等3名被告无罪，也会当上诉。调查局那边也讲因为你认识共产党官员。所以有可能就受指示，你完全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就要起诉我们。那当然，我们感谢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来看待这事情。办案宣召了后，认为现有的证据无法度证明3个人构成犯罪。像陈建新，迄当时还未公告是候选人，无违反选办法第45条，也无法度以反渗透法来处罚。发生控管起这部分，无法度认定甲选举有关系，所以判3个人无罪。检方表示会研究监视提出上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大罢免的消息，国民党台北市有5个立委面临第3阶段投票罢免。罢免王宏伟的看板，伫咧进前是去互检举拆掉。不过即阵毋但是有民众愿意提供因的笔去互调看板，这罢免团体佫并无宣传。面对这款攻势，这王宏伟即阵是话讲，伊袂干那防守，嘛会进攻。3区为爱。罢免王宏威。罢免国民党立委王宏伟团体三度被害，即将伫台北南京东路4段的广告看板，因为受检举，佮互人提告妨害名誉来拆除。如今有个民众主动提供资源，互看板转来中山区。罢免团体甚至发挥创意，利用透明卡片买绿证结合空间。我们最主要要争取的其实是摇摆选民，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空战透卡的部分，然后去做看板的覆盖，就像这个选举一样啊，不管是空战或者入战哈，我们是双管并行。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转守为攻。各地罢免的行动准备进第3届投票，国民党伫台北市重点抗敌首5名立委，王宏伟也预告讲，若被两党未来有具体合作，伫桃园罢免立委陆玉玲的团队完成2届补件，伫初九下晡正式送到选委会。不过陆玉玲对此是伫交稿进前无回应。补件需要的份数是1652份，送到选委会的份数是3591份，虽然距离130%的安全门槛还有差800多份，幸好我们补件的数量已经足够，所以我们可以喘口气。罢免立委的部分，高雄罢免立委黄济甲柯地家团体相罢家的负责人柯淑贤，因为涉嫌连署抄名册互羁押，目前连署过急，总干事朱瑞也出现伫凤山分局报案，各柯地家讲伊是中国间谍，涉嫌诽谤。无论你采取什么目的，你这种诽谤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对地检已经没有信心了，看看警方能不能承受政治干预，以公正中立的原则来办案。报案或提告没有办法转移罢免造假、伪造文书违法的焦点。在法律上，我会提出恰当的请求，提醒朱磊，这里不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柯地家呼吁对方好好面对司法问题。罢免团体是表示，就算2届连署的数量也未到标准，不过发射过一定会拼到最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公馆的医权是不时咧出车祸，台北市府就决定要甲拆掉。不过伫咧遮嘛有一个地下公车的专用道，目前市政府嘛是按算要甲废掉，6月28对动工。不过这地方是真反对这件代志，惊讲本地咧行地下道的公车以后就拢卡伫咧路面，这塞车队哪来那严重？车顶汽机车做伙向前行，台北市公馆医权是台北市往来新北新店、甲中永和去卡道真重要的交通关键。但是因为动线复杂、车流小夹，连续7年是调数第1名的热区。台北市府已经决定拆掉，原底是6月底要动工，
但是5月底的地区水明会，这个声音不断，目前继续收集意见。我觉得公车站还是要保留畅通会比较好，就是地下道的部分。成名之后，可能那边路口会比较乱啊，更乱啊。施工是一定很拥挤啊，可能那边地狱啊。交工处指出讲，过去针对基隆路甲罗斯福这路口进行车流模拟的分析，以屯边地下道的方案是车流效率上好，并且已经真侪届会勘确定会用的。目前规划公车专用道刷去路面，同款保留专用路权。但是互相北个民代质疑讲规划老错，路权团体阁直接讲，原地行地下的50几路公车全部救到平面，做回踏车单车红灯，大大降低大众运输使用的效率。如果他们依然不愿意说寻求除了填平地下道以外的方案，那其实就是在便宜行事啊！你必须要让人还可以以最方便直接的方式来去做穿越。那民众的意见或反对的声音我们确实也都把它汇整记录，我们也会请专业的顾问公司，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分析报告做出来。台北市交工处坦白讲，在地方水明会当中，各方对封地下公车专用道疑虑真大。会继续汇集各方意见，若施工期的交通黑暗期，新工处要相关的交通维持的计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也有南海是有2个气压系统在成长。气象所是认为讲菲律宾迄粒是会慢慢啊散去，不过南海迄粒可能会阁变强。也若是讲到今年的头一粒风台当时的形成，有气象专家就认为讲，吕宋岛西边的外海，明仔载可能就有一粒热带性的低气压。是讲咱台湾拜4到拜6雨水都会增高。拜1上班日，各地是出日，普遍高温会当来到32度到34度，这份好天感受翕热。拜3进前，农业是典型的热浪天气为主，可能会有过头的短暂雨。不过要注意，目前菲律宾的东边海面甲南海分别有一个热带扰动在叫，后续会为台湾带来水汽。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这个热带系统，因为它的垂直风切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系统它其实发展的情形算是相当的有限，甚至不排除是会有逐渐消散的一个情形。那反倒是在这个南海这个热带系统的话，不排除是会有再进一步增强的一个趋势。也若大家上关心的，今年头一个风台蝴蝶当时西成，后壁的预测模式是愈来愈成。气象专家贾新兴是研判讲，初9到13，南海到菲律宾东边的外海环境是对西成风台有利。初10伫吕宋岛西边的外海有热带性低气压生成的可能，按算会朝向海南岛甲中国广西的几率较悬。10号应该是伫吕宋岛西边这边往南海北部遮啦热带低气压发展的这个机会真悬。即摆看起来拢为这个海南岛以及中国广西这个方向伫走的机会较悬。当然咱嘛是爱继续来观察伊这后壁发展甲伊这变化。安怎发展当时的西成风台，目前要讲犹原尚早。存在的变数，气象署认为讲爱看后续的条件来决定。不过确定的是，拜4到拜6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分系影响，中南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公雨，北台湾也有过头的雷公雨，各地降雨几率真悬。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头一粒风台咧要形成，这路线到底是安怎走？各个预测拢小可无同。不过，其实伫咧10天前，这欧洲的天气预报中心都有用这 AI 来预测风台发展，而且结果嘛真准。所以讲，学界就认为讲这 AI 未来是会当真做天气预报真重要的参考。今年第一个风台蝴蝶可能伫拜2到拜4生成，目前各个预测讲对广东、沙顶东的几率较大，未直接影响到台湾。拜4了后，外围环流有机会为中南部和华东带来雨势。民间的气象公司观察，这个 AI 模式大约伫10天之前就预测到风台会对南海生成。AI 的预报来看的话，大概在1个礼拜甚至更久之前，我们就已经有看到这样子的这个预测趋势有出来。那反而是以往传统的物理模式，在过去的这1个礼拜当中，它的预报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调整。气象署表示 ，AI 气象预报模型是对大量的历史气象资料当中学习，找到风台沙顶东暗中的规律。去年开始，因为 AI 辅助，快预测风台3天到5天了后的路线，准确的程度甚至比传统数据天气预报更较悬。这也让气象署风台预报作业参考各个预报中心、全球和区域模式，或者预报系统统计上好势预报以外 ，AI 人工智慧也加做重要的参考。以去年的使用经验来看，是
各有优缺点。凯米台风为例，没有错，的确 AI 模式它是在比较早之前就模拟出接近台湾山陀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导引气流的这种台风，其实物理模式还是在路径预报上是比 AI 模式更好的。AI 提前掌握风台路线，去年的强烈风台凯米道例，7月25风台中心对宜兰登陆台湾，7月20 AI 模式就预测着登陆，来看同一时间传统的动力模式，此当时预报路线是偏东平。专家认为讲，以目前的经验来看 ，AI 确实会当和传统的模式互相帮助。AI 的优势是在于对于那个大气流场，它掌握度比较好，所以台风的移动上面，它的预测是比较理想的。气象署也分析讲 ，AI 对风台路线掌握甲袂歹，不过也毋是准，亲像风台的强度，也是小范围地形的效应 ，AI 也无法度精准的掌握。各个气象预报拢毋是干那挖靠一个模式，有关需要综合整理了后，由预报员来做出专业的判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Uber 初稿是宣布讲，按算要收购本土的客停车车队、空管大车队，目前是咧等主管机关核准。在台北的客停车驾驶职业工会是表示讲，因对这 Uber 是对网络系统行即阵行入精线，这是真好的代志。也若是公辩会是讲，目前是还未收到 Uber 的申报资料。Uber 也有小黄哦。那叫得到 Uber 也要有家己的计程车，初稿透过官网宣布会并购台湾在地的宏观大车队，延续过去8年合作关系。强调这个并购案会当互宏观车队的驾驶更较便利承接 Uber 系统，也对于偏乡的乘客透过平台叫车有帮助。期待可是就看客服啊，跟司机之间的那个联系可以顺畅一点。把皇冠大车队买下来的时候，不管今天是派遣的规范、收费的规范，或者是对消费者端的一些服务客诉的处理，他就必须走到第一线来去面对。他选择皇冠，其实我们不太意外了。台北、桃园、台中、高雄，他都有执照。台北计程车驾驶职业工会表示，欢喜 Uber 对系统上的身份早伫前线，将做车队的一份子。目前伫台湾计程车市场，第一名依然是55688集团，司机的总数28000人以上，市占率共约30%，一票用户数量规模超过720万人。Uber 伫台湾是有配合超过1万名的职业司机，一票是有300万名用户，并且甲超过200间的租车业者合作。那个车队规模是到13000台，会员数有380万人。要选的话。2023年，陆量集团甲咱购整合，就是上准背后2000万会员的咱平台，被拍伫刷订单服务的战场。Uber这个变故，敢会改变台湾计程车市场的竞争优势？有关要等主管机关核准。参与结合的事业里面，其中有一家，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4，或者是事业结合以后，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3，就必须来向公民交易委员会申报。审查的标准是依照看看事业结合的整体经济利益是不是大于限制竞争的不利益。公辩会表示，目前也未收到 Uber 的申报资料，也补充讲，按照规定，会等30个工作日的审查期，若准认为需要更较深入的评估，安尼个会当延长上至60个工作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内欠医护人员的情形是哪来哪严重，而且除了欠人，这急诊的医生哪来哪济货，无心人来接手，这嘛是真严重的问题。即阵家己中间病院，就因为神经内科医生无够，有一寡时段已经无法度收脑中风的患者。卫福部就强调讲，因是一直有咧改善急诊的工作环境，健保急付已经是6月过对发落。台湾医疗环境继续恶化，唔但护理师无法治疗，就连医师也拢离开职场。根据台湾急诊医学会统计，今年通过急诊专科医师考试的人数也无到100位，也毋过有过今年会入职的急诊医师会超过100位。专家表示，其实更加大的问题是急诊医师也阁面临高龄老化问题。你休不到假，你工时非常长，你没有办法准时下班，你得到的钱其实也没有，甚至没有到外面的其他诊所或医美的行业做得多。急诊的拥塞，那病床的这个降载，让急诊科的医师的这个压力跟风险是在升高的，而导致年轻人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不愿意选择以急诊专科医师作为他职业的一个优先性的一个选择。
那急诊当前医疗也到红顶社群媒体流传一条家己登记病院的信息，内容提到各大病院神经内科医师人力不足，脑中风医疗崩害。暗时10点到隔顿刚早起7点，将无受理85岁以上，还是治疗效果无明显的转诊，收未到引起议论。主要也是我们嘉义长庚医院的医师希望说，其他医院可能有面临一些急重症的医师的缺人的一个状况，那希望他们能做有效的一个转诊。在健保的给付方面，我们都已经前一阵子在5月1号有投入40几亿，那将会在6月以后就会开始来发放。卫福部强调，一直在改善急诊环境，目前有3大做法，包括病院妥善调配病床、科学整合合作、分期分流落实。健保计划已经在今年5月起，到第40多亿，6月以后就会开始发放，希望增加合理待遇，留住急诊人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伫咧南环公路看到一只出世无到2个月乌鱼仔囝，那像是对山壁摔落来车路摔死，是赶紧通知林保署过来遮。因那警方嘛发现讲，其实伊的鱼妈妈也搁伫咧附近。最近伫咧这搭是常常发现乌鱼在活动，专家就认为讲，因可能伫咧遮已经大家稳定。所以讲，就提醒经过南环公路的民众，这搭是有乌鱼在活动的，都要注意安全。南环公路即摆有几个加白的时间，这批下昼伫无路路段有路过民众发现大路上有乌色的动物，我近一看是台湾乌鱼，也毋过已经明显死亡。经过野湾野生动物病院判断是一只拄啊出生无偌久的鱼仔囝落落来地面，是目前发现年纪上细汉的乌鱼。是一只1到2个月的幼熊，那它的体重是2.6公斤，体长56公分。员警前往现场勘查的时候，他抬头往上看。确实有看到一只母熊在峭壁上。野生动物专家表示，最近母仔囝乌鱼定方发现，即摆搁伫公路上表示已经有稳定的族群，伫搁较靠近人类居住的所在来活动。母子熊的记录变多，就表示说，更靠近这些人类聚落的地方，他们已经是有繁殖的族群建立在很靠近人类聚落的地方。我们也将该区域列为重点巡查的区域。台东林保分署呼吁民众赛车去南环公路，要注意野生动物出入，搁准备会当发出声音的物品，防范人禽冲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去爬高雄寿山时阵，那像是听到一款牛咧吼的声音。其实这是一款外来的细卡，或做亚洲金蛙。这款外来种对咱原生的细卡威胁是真大，所以讲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这站是真拍拼的了。伫咧这都呼吁咱的观众朋友，唔通乌白买动物来饲，更加袂使乌白放生。这款行为是会去伤害到咱本土的生态。亲像牛的叫声真旺，水窟仔内底这只外来种的细卡亚洲井蛙，因为感觉有危险，将身躯顶大要来吓惊人。高雄市茶山会志工初5早起去南寿山巡山时阵，都是雄雄听到这叫声无啥相像，豆豆听声去找才知影代志大条啊！讲的母的拢牛，有一大堆两角大怪啊，全部拢是亚洲井蛙。茶山会随通报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透明来处理。3只母的28只公的亚洲井蛙，佮3只那是入侵性外来种的斑腿树蛙，佮一大片的卵，爱可大，无法度清。迄爱分几遍清，而且这也无水对无，卡厝若无水，伊走了了，伊是乌空里内底藏伫个内底。主管处表示，进前寿山捌发现亚洲井蛙，不过地点拢是伫山骹的水沟啊，这是头一摆伫半山丘发现，因真重视。随甲中山大学生物科学系合作，启动调查监测甲移除计划。亚洲井蛙是1997年头摆现伫台湾。主管处强调，因为伊无论体型也是叫声，拢会影响本土种细卡的生态。后续会加强山顶的巡查，只要发现就会随刷掉。我们除了我们有委托专业团队去进行移除以外呢，那如果民众他有发现，就是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很大声嘛，所以如果有发现他的鸣叫声音有的话，那就赶快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直接就是请我们的委托团队或是我们的同仁就会去现场做相关的移除。高雄市茶山会表示，亚洲井蛙的皮肤有毒，在台湾会当讲是无天敌，有时阵会食一寡细只的细卡，尤其伊真高生态，若是无好好处理，对寿山地区的生态又搁是一个大威胁。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嘉义县台语家庭培育计划课程，是以国家公布文物馆的历史背景、建筑设备，也有广播技术来设计这台语导览的课程。咱做伙来看。
你滚听，为啥要互伊听？伊就是要互伊听讲因会做成厝的，所以就来无想要战争。用台语来紹介國家公務博物館伫戰爭迄當陣的功能甲發生過的歷史，家己阮台語家庭的培育課程，以國家公務博物館做主題，要用台語來講較早聲音的故事。這次是因為參加台語家庭的活動，然後進來這邊參觀，然後才發現有一個這麼歷史保存這麼好的地方。袂歹啊，會當互囡仔學習佫較濟的台語啊，因為即擺囡仔攏袂曉講台語。中正大學表示，配合國家公務博物館，這個月攏總設計9節台語導覽的課程，除了講歷史的故事，嘛要來紹介內底設備甲廣播的科學，希望社民眾為認捌在地歷史的方式來學習台語。若會當甲咱的生活經驗結合做伙伊的效果會較好，而且伊的面額嘛會較深伊對迄款的鄉土認同迄款的不知不覺之間伊就迄款的培養出來啊。除了台語的導覽以外，課程嘛有設計手作的體驗，互民眾家己設計台語家庭的品質，毋若加深對課程的印象，嘛會當提醒因佇生活中會當開喙講台語。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台北市杭州北路日本時代糧食局的倉庫，經過台文館的整理，是正做台灣文學糧倉。毋但是，互文學家甲影視創作者會當直接交流，嘛是要加強推廣咱台灣的文學。接過去是日本時期的糧食局，戰後互糧食局台北事務所管理，一直到1999年暫停使用。後來在2016年，互人登錄做歷史建築，為着要保留伊的歷史價值，台文館繼續用糧倉號名，將伊變做台灣文學糧倉，希望提供空間予文學家和影視創作者做交流，希望台灣的文學未來會當像糧食同款豐富。我們把它推向文學的日常，因為它就是一個日式的7棟建築物坐落在社區裡面。我們致力文學的日常，我們做國際的作家的儲存。請接台。文化部長和儕文學家正式啟動台灣文化糧倉，這是台文館第3個文化空間，提供文學、影視有一個跨領域合作的所在，讓台灣的文學作品有愈濟方式傳播出去。在我那個年代，從文學跨越到電影，有非常非常多作家，譬如吳念真，所以我就忽然把這個自己的夢想寄託在這個電影學院，希望電影學院可以幫我們這個作家的作品推出去。台文館表示，目前當咧鼓勵促成影視和文學合作，像6月7日就要開始的經典文學改編文學會，邀請16個台灣文學獎的作品和100位的影視業者做交流，希望好的文學有機會改編做戲劇，播去國際平台，讓國際看見台灣。記者陳亞選謝桂玲台北報道。國際消息，哥倫比亞的總統候選人烏利貝，伫咧這街頭演講時陣是撞到槍殺，頭殼着2槍，腳頭污着1槍。目前也伫咧加護病房觀察。目前這抓到嫌犯是一個15歲少年家，不過這犯罪手段看起來是真有經驗。所以講警方是當咧查講，這個少年敢是主謀。哥倫比亞上千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共同譴責暴力，因為因支持的總統參選人也是現任的參議員烏利貝，在首都波哥大發表競選演講時陣，煞叫人考槍。烏利貝伊的頭著2槍，腳下有著1槍，規身軀攏遭毀，倒佇一台白色汽車的眼睛掛頂懸，予人緊急空運送醫救治。醫生為伊做心經外科加周邊血管的手術。烏利貝經過1階手術，目前轉入加護病房，等在關鍵恢復期。Miguel sigue luchando fuertemente por su vida y les pido a cada uno de ustedes que sigamos en oración fuerte, que no desfallezcamos y que estemos unidos en oración。根據了解，涉案嫌犯是一個15歲少年，作案了後當場予慰安人員逮捕。目前警方也無對伊的犯案目的做出明確的說明，只是台人的犯案手法真老練，懲罰佫真準。是毋是這個未成年嫌犯都是真正兇手？警方會一個一個查清楚，並同步調查嫌犯是毋是有牽涉到組織犯罪，還是政治背景。另外，波哥大市長嘛要求保護這個殺手，才通找到更多證據。
Frente a esto, la Policía Nacional, por disposición del Ministro de Defensa Nacional, ofrece una recompensa de hasta 3.000 millones de pesos para quien nos dé información adicional y complementaria. Entonces, toda la actividad hoy se concentra fundamentalmente en que siga vivo. 乌里贝事件也互伊的家族背景真受注意。乌里贝的阿公土尔拜捌伫1978年至1982年担任哥伦比亚总统，伊的妈妈捌伫1990年互人绑票，搁伫1991年解救行动中死亡。伫2024年10月，乌里贝选择伫妈妈死亡的地点宣布参选总统。哥伦比亚的总统大选时间是2026年5月31日。公司新闻新乐贝编译。美国田纳西州当地车北有一架载游客升空跳伞飞机是起飞无偌久就载落，加在这飞机顶20个人无人死亡，不过也是有4个人受伤，其中1个重伤。目前这美国相关单位是正在查失事的原因。草埔面顶一架德哈维兰第一出大型双水拖飞行机，机头摔伫涂骹，机尾断去，摔伫美国田纳西州距离纳西维尔差不多120多公里远的塔拉霍马地区。综合国共媒体报道，这架飞行机是一间跳伞公司的，平常时用伫跳伞冒险。飞行机伫当地中昼差不多12点45分左右，为塔拉霍马地区的机场出发了后无偌久，伫接近当地被持飞行机维伞博物馆的时阵，向摔机，互飞行机破损严重。Eyewitness reports and images from the crash site depict a scene of devastation, with the aircraft's wings snapped off and debris scattered across the area. 事发了后，田纳西州的公路巡逻队是赶去现场，甲伤患送病院急救。美国 FAA 联邦航空总署表示，这架飞行机包括驾驶、跳伞人员，拢总有20个人拢机质活的，也毋过有4个人因此受伤，其中1个人伤较真严重，用地面运输方式送去当地病院。另外3个人是直升机送去病院救治，其他人是轻伤，伫事发现场进行治疗。这款飞行机是德哈维兰计划用途真济运输机，机顶上济会当载10个人，过去普遍用伫货运运输甲医疗专机，嘛运用伫真济国家的军队训练。有目击者表示，飞行机当当时飞较真低，一度互人抓准讲会弄到厝内较悬的树仔。暂时 FAA 已经派小组人员去涉及的现场做调查。另外，美国 NTSB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嘛接手后续的调查，确认涉及的原因。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网络顶有一段影片最近真清，是泰国有一只枪走入柑仔店食物件，这头家甲赶伊嘛拢无咧甲插。不过这嘛显示出这当地野生的枪，因为生产量减少，走去社区找食，这就造成人甲枪的冲突哪来哪济。伫咧泰国中部考爱大山国家公园附近，这只25岁野生大枪冰乐，撞入去附近的一间杂货店。เอาเลย就ถอยออก啦。一入去了，无咧客气，家顶的物件拢摕来食，甜米饼、金蕉干，一个三明治，食甲真欢喜，赶袂走。ถ้าไม่ต้องตีตูดมันข้างหลังอ่ะอย่าพึ่งเดี๋ยวมันออกมาเบี้ยง。冰乐伫咧内面推10分钟了才离开，杂货店的损失差不多1000泰铢，换算代票900块。冰乐这种情形毋是第一遍，之前也捌走入去一间卖卖的摊，不过这边是走入去店面内面，而且又搁拣一寡甜的物件，亲像是鸡卵这款高能白食物，毋是一般野枪较爱食的咸的，这种行为真罕见。冰乐走入去白食白啉的影片抢红，伫社群媒体有600-800人点看，这种行为是像会彻底受到人类开发土地侵占所造成的。专家认为，冰乐这种异常的行为值得研究，不过人类未来可能爱提供较优先的科管的措施，避免进一步的人甲枪的冲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5度到3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
心情无好，咱就讲起毛歹；那心情好，咱就讲什么咧？ 3、2、1，停！啊，你嘛是选起毛者？因为我感觉念的还足